原又稱膠原蛋白，係提供皮膚支撐力嘅蛋白質，保持皮膚年輕飽滿嘅重要元素。由於年齡同埋環境嘅因素影響，喺20歲過後，骨膠原會逐漸流失，皮膚就容易出現老化嘅現象，好似皺紋、鬆弛、淚溝或者太陽穴凹陷等等。情況就好似個番茄咁樣，當我哋充滿骨膠原嘅時候，就好似呢個番茄緊緻飽滿；唔夠骨膠原嘅時候，就好似一個乾咗嘅番茄咁噶啦。坊間有好多聲稱可以補充骨膠原嘅護膚品或者健康食品，但係外塗嘅骨膠原分子太大，皮膚根本吸收唔到。食落去嘅骨膠原又會被身體消化，未必會去到皮膚嗰度喎。所以如果要補充皮膚嘅骨膠原，可以考慮醫學注射療程，針對性咁補充皮膚深層嘅骨膠原。臨床研究顯示 ，PLLA 注射療程可以激發面部深層嘅骨膠原大量再生，令輪廓年輕飽滿，效果仲可以持續2年添。